但其保行文化资产丰富，文化局拍算伫客家打造的传统艺术保存中心议案，议员谢淑凡伫总集村相当关心规划设计甲整修工程的进度。对此，文化局长表示，113年第分年开办，希望启动台南传统艺术新的里程碑。对此，市长吴伟霆嘛相当有信心，答应任期内一定会陆续启用。现阶段的话，等于是我们分阶段来开放我们的传统艺术中心来做使用吗？其实我们朝向这样的，我们朝向这样的方向嘛，哈。好，市长，安尼本色特别来给你请教一个呢。安尼，咱未来我对你讲有信心，市长，你敢有信心？伫你这任内，我们一定可，我们台南传统艺术中心可以正式来营运，你敢有信心？我有信心。传艺的部分包括传统艺术，还有艺术的传承。是。所以说，在传承的部分，刚刚局长跟你报告了。了解。在保管传统艺术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可能要把这个设施再加强。所以我希望说，因为我还有任期还有3年6个月嘛，所以我希望在3年6个月以内，最好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最好是在1-2年内。我们提前嘛，咱的地方，咱的期待，不是讲我们这个传艺中心咱看得到，可是咱用不到。而且不是全部都做好了才一次开放，是要陆续开放。对了，大北门区对传统艺术中心启用的期待，议员进一步希望教育局会当积极甲北门区的学校社团以及社区大学合作来拓展据点，同时透过文化局每一档便利国宝级艺术的作品保存，伫这个中心做到展览、研究、教育推广文化资产的重要目的。台南新闻，郭文吉、林银庚采访报道。